科学练习题。让我们来练习一题，利用比例去推算 x 元素的原子量为多少。x 原子的质量跟碳原子的质量比，根据题目是8:3。我们如果把它写成值式，8在分子，3在分母，这个8:3相当于 x 比上碳的原子量12，8:3会等于 x 比12，可以用交叉相乘的方式，8乘上12会等于3乘上 x，3乘上 x 会等于8乘以12，所以可以解出来 x 就会等于8乘12去除以3，约分了之后可以得到8乘以4等于32。